罗总统伫昨昏宣布要成立主权基金，学者就分析讲，主权基金的规模可能会较大，安尼对咱国家经济影响嘛会愈大。也毋过呢，主权基金的钱要对倒位来，目前还阁需要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去讨论。总统赖清德就职1周年是等出，要成立主权基金，重点放伫台湾产业的国际布局，和连接人工智慧在未来产业的领域，锁定全球投资的机会。目前的想法会互公部门来主导，结合民间的资源，暗算锁定战略性产业，亲像 AI、半导体、力能和数位科技这领域，帮助台湾经济升级。不过资金对倒来，各界无共看法。我觉得有可能是由国发基金扩增，加上所谓的4大基金。然后呢，去组成所谓的类主权基金，当然也有可能会去动用到外汇存底。美债的投资金额呢，占整个外汇存底大概80%。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比重太高了。央行的行长尤金良在立法院备询的时阵，针对第一批主权基金的来源提出3大可能，包括新加坡模式，和财政部发行特别公债，和和财政部拨款比作控股公司的股东，再个投资国营企业。另外，还有南韩模式，财政部成立出资投资公司，托管基金就对财政部外汇平稳基金遐来。在这个营运方面有很多的这种机制或者约束，让它能够发挥一个正当的功能。当然也不能够说有很多的政客在中间，他可以左手右手在那边玩。学者经过讲，主权基金的数量真大，布局嘛影响到总体经济，管理单位必须要专业、独立、中立。参考各国的模式，全世界上大主权基金在挪威是对自然资源的出口盈余来的，隔壁国亲像新加坡、韩国是对国家财政盈余来的，中国香港是外汇存底。同一块美金你换了2次了。那个会造成那个恶性的金融膨胀很多金融管理上问题，所以他们一般都规定，就是说，如果利用外汇存底的话，你只能用在海外。目前主权基金主管单位资金拢还未定，财政部处长阮清华讲，阁会等下部会来讨论。不过因为金额真大，后壁法底嘛考验主管机关的智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